今日今摆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5年5月28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第8篇，甲约伯记38章第1节到11节，提摩太后书第1章第8节到12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荣耀。福音是互咱感觉骄傲，或者是互基督徒感觉见笑。可能兄弟感觉真奇怪，为什么牧师会问这种问题？其实这无奇怪啦，因为牧师伫高中的时阵是读长老教会的高中，当时是掠做讲我班上只有我一个基督徒，因为无人承认。但是我真爱唱歌，每一节的下课就摕吉他来唱《基督是主》。了后才发现讲，阮全班将近40个人中间有18个基督徒。牧师感觉真奇怪感觉人讲这个基督徒的同学认为承认是基督徒是一种见笑的事。保罗捌讲过，讲我无领福音做见笑。基督徒承认家己的软弱，承认家己的信仰，其实是一个真荣耀的代志约伯虽然伫这个遭遇困难了后，怀疑上帝甲伊的朋友争辩，但是后来伊却听到上帝对伊讲话。约伯记38章第1节到11节，迄时上主对伊讲了风中间来应约伯。你是啥人？敢用无知的话服我，会指伊无明，就准备好势做一个大丈夫。我问你，你就应我。我是大地的地基，迄时你伫倒位？你若知，讲来听看卖。什么人决定大地的大小？什么人用锁来量大地？你知无？大地的地基建立伫什么款的顶面？重要的基础是什么人安置的？你敢知？迄时透早的星神做伙唱歌，上帝的正使者嘛拢欢呼。大地对地的舞台冲出来的时，你啥人用门甲伊关起来？我用云做衫甲伊穿。用密云做布甲伊包，我用海设定界限甲伊设门甲门窗。讲，你到这袂用得搬过，你总共会用到这为止。上帝的话要求约伯，无搁再充公，无搁再搬过界限。保罗写互提摩太的批信中间嘛，提到着讲，无应该将做见证当做一个见笑的事啦因为真做基督徒其实是阳光的事，是值得欢喜，并且爱积极做见证的事。提摩太后书第1章第8节到12节，保罗安尼讲。所以为着咱的主做见证，毋通感觉见笑，嘛毋通因为我为着主做求受来感觉见笑。就照上帝所赏赐的快乐，为着福音甲我做伙受苦。上帝救咱，经调咱做伊家己的子民，毋是根据咱的行为，是照伊家己的旨意甲恩典。这个恩典伫万世以前就通过基督耶稣赏赐予咱。这个恩典现在通过咱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显现已经实现。基督已经毁灭死亡，佮通过福音将未败坏的活命显明出来。为了这个福音，上帝任命我做传道者、使徒及教师。所以我才得受苦，总是我无感觉见笑，因为我捌我所信的上帝，嘛深信伊会保守伊所交托我直到迄个日。诗篇第8篇
上主，阮的上帝，你的威严普及全地，称赞你的声透到天顶，对囡仔甲婴仔来嘴唱出来。你起造要塞，封闭敌人，要消灭对敌，消除怨仇。看到你亲手创造的天，你安排的月亮、星星啊，人算什么？你遐尼关心世间人算什么？你遐尼照顾，你互伊比天上的小官较低，你赏赐阳光尊贵做花冠甲伊滴，你指派伊管理你亲手创造的万物，你互伊有宽平支配一切，一切的羊甲牛，山野的走兽，空中的飞鸟，海洋的鱼类甲活物。上主，阮的上主啊！你的威严普及全地，感谢上帝的恩典，无因为阮是人来将阮放杀。上帝所赏赐的恩典，互阮无抵到见效，阮得当因为勇敢见证来得到荣耀。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